啊，又是你小子！哼，这凹凸大赛也真是不靠谱，几个跳梁小丑竟然能一直活到现在。你说谁是？金，别冲动。反正都是为了从卡米尔这里拿到分数才来的鼠辈，打倒就是了。大哥。你们手里的是什么玩意儿？算了，抢过来慢慢研究就是了。等一下，还有什么遗言吗？雷师，啊，我们想和你做一个交易。交易？没错，其实我们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秘密，而这个秘密关系到你的性命。只要你答应放过我们，我们就把这个秘密告诉你，怎么样？雷神老大，别听他胡言乱语，这小子只是想骗咱们不要杀他而已。没有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秘密还和我的性命有关，有意思，我还真是想听一听。那么，但是你搞错了一件事情。什么？筹码，我拥有的可比你多太多。不管你们知道些什么，是真是假，最后都只能给我乖乖的说出来。我们宇宙海盗有的是让你们坦白的手段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你们的分数。雷师，你来啊！谁怕你啊？该死，这样下去。小老鼠，找死！就是现在，还不快走！史亮，一起走！嘿，你去雷神老大那边，这两个小子交给我们。佩利，我们追！啊！喂，佩利，你的鼻子不是很灵吗？快把他们找出来！不行啊，这里到处都是一股铁锈味，把别的味道都盖住了。可恶，必须尽快把那两个碍事的小子除掉，不能再让他们出现在雷师面前了。喂，帕洛斯，虽然抓小老鼠也挺好玩的，但现在卡米尔那边好像更有意思啊，不如咱们回去吧。笨蛋，你还没搞清楚吗？那两个小子很可能知道了我们要对付雷师的事，如果真被他们抖出来，我们能有好果子吃吗？那又怎样？开腿呗，反正早晚的事儿。你动动脑子行不行？算了，反正听我的就对了。别忘了，他们还抢走了你的东西，你能忍？也对啊，感谢我佩利大爷的东西，必须教训一下那两个小子。分头找，去那边。好。啊。差点没挺住。唉，没想
到你能控制金属，还挺有用的嘛。那当然。喂，别摸我的头！哎，干得好，紫堂家的小子！刚才那种情况下，你竟然还记得把我重要的部件拿回来，值得夸奖啊！其实刚才我还在担心，万一这部件再继续发光什么的，我们就会暴露了。放心，早有准备，已经暂时把和部件的联动断掉了。不过这里还是很危险，咱们快走吧。应该安全了吧？你们两个也太弱了，害得我也跟着你们东躲西藏的。喂，有在这么埋汰人的？刚才你不是也不敢出声吗？哼！不管怎么说，至少你们帮我夺回了第一部分身体部件，该给你们点好处了。紫堂家的小子，还不把我的部件拿过来？好。果然，只有一部分的话无法完成重组。不过还好，资料总算补充完整了不少。那么，是时候兑现我的承诺了。现在就让我教教你们如何变强吧。真的能让我们变强吗？你们以为我是谁啊？找到了吗？跟丢了吗？这个东西之前是这个样子吗？好像是其中一个小子的味道。原来如此。佩利，这边。之前我就说过，原力技能就像一颗种子，成长的结果因人而异。影响参赛者强弱的因素有很多，包括心理意志、身体强度，还有原力运用的灵活熟练程度等等。而你们现在需要锻炼的，就是基础中的基础，我称之为意念解构。原力就像你们体内的一座宝库，虽然你们一直在取用其中的财富，但是这座宝库真正的存量有多少，自己的极限在哪里，你们并不知道。而我现在教给你们的，就是点亮自己的意识之光，再以内心深处的执念为引，来倒映出体内的原力本源，进而更充分的调度和使用它们。没错，首先只有深刻洞悉自我，然后才能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实力。现在，按照我说的方法，放空思想，感受体内的原力，带动它去接触你们的深层意识。
是让你睡觉。不知不觉就……我真的已经很努力了，阿金。这才是普通人该有的想法。看看，这就是那个吊车尾啊！连最弱的召唤兽也控制不了，还是家主的儿子呢，真是丢脸。父亲，让开！你太让人失望了。我不是。冷静点。紫桃，你怎么了？金，不要操之过急。想让意念沟通自己的原力本源，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。今天就到此为止，接下来我们还是先去……想去哪儿啊？带上我们怎么样？小老鼠们，这下看你们往哪儿跑！没想到那个机器人脑袋还有自我意识，有意思。来的正好试试我们的修炼成果。修炼？就刚才那么一会儿。你说真的吗？别逗了，不要犯傻了，姐，你现在这样，连入门都还没。真的有效哎！怎么可能？你刚才明明是睡着了。因为比想象中简单的多，所以一不小心就……来吧，这次我可不怕你们了。哎，没想到金这小子能做到这种程度，说不定这次我们真的有一战之力了。